全紅嬋戴口罩登張傑演唱會，老家新房2層變3層，媽媽化聲讓人淚目。近期18歲中國跳水奧運冠軍全紅嬋現身張傑演唱會，全妹非常低調，不希望別人認出她，佩戴口罩入場，而且在觀看演唱會期間，也沒有關於全紅嬋專門的介紹，很明顯就是想要安安靜靜看演唱會。這段時間沒有比較重要的跳水比賽，全紅嬋去觀看演唱會也是放鬆的一種方式。全紅嬋此前結束了2025年跳水世界盃之旅，她奪得總決賽單人項目亞軍，雖然還是無緣完成大滿貫，但現在的全紅嬋成熟很多，心態也保持比較好。過去幾年，全紅嬋變化非常大，最直觀的就是她的身高，在東京奧運會的時候只有1.43米，現在都快1.6米了，長成大姑娘了。這段時間，全紅嬋家裡蓋新房也備受關注。據國內媒體報道，原本計劃是蓋2層半的樓房，現在改成了3層半。由於全國人民都在關注，施工方也表示全民監工極具挑戰性。全紅嬋家裡兄弟姊妹比較多，而且都已經長大，蓋3層的話，可能才勉強夠住。除了爺爺奶奶、爸爸媽媽之外，全紅嬋兄弟姊妹5人，最小的弟弟全俊鵬也已經10幾歲了，需要有自己的房間。讓人淚目的是，據南方都市報報道，全紅嬋的哥哥進行回應，新房就是農村的普通房子，不是所謂的別墅和豪宅。而全紅嬋的媽媽一番話讓人淚目，他們現在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的，他的願望就是給孩子們蓋一棟樓房，有住的地方。在採訪的時候，當時全紅嬋媽媽馮玲妹眼中含淚，場面讓人動容。全紅嬋家最貧窮的時候，馮玲妹都沒有錢看病，家裡也是低保戶。經過全家人的努力，現在經濟條件改善不少，蓋新房子也完全可以理解。奧運冠軍遭冷遇，這是乜可真夠扎心的。李寧那場簽約活動剛結束，熱搜就炸了。全紅嬋縮在合照最邊上，低頭摳手指的樣子，看得人心裡落得一下。這和4月份航天日那會簡直天差地別。當時李寧老爺子還嬲着他說悄悄話啦，怎麼3個月不到就變天了？霍啟剛年初在央視說的話真應驗了，記得他當時眉頭皺得能夾死蚊子。現在某些人追運動員，跟追愛豆似的。現在看看直播間裡那些刷屏的過氣冠軍，還有人說他家蓋房子是炫富，這都哪跟哪啊？要我說，這姑娘才17歲啊！東京奧運會拿金牌那會購買3斤芒果都要精打細算的孩子，現在給爸媽蓋個房子怎麼了？飯圈這套真害人。前2天翻到個數據嚇一跳，李寧直播間當天被罵到直接關評論。聯名款退貨率飆到70%，但最慘的還是運動員自己。聽說全紅嬋現在207C 動作成功率跌到60%了，這動作他巔峰期可是10拿9穩的。發育關這是會吧？郭晶晶當年也說過，女選手長高2厘米就得把整套動作推倒重練，可見盤含哪管這些。輸了就罵傷仲永，贏了又喊營銷價，我說都是錯。商業場上的冷暖比泳池水還涼。4月航天日活動那會，李寧還一口一個閃丫頭，轉頭簽約儀式就把人浪變相。要我說品牌方也夠現實的，陳芋汐這半年確實穩紮穩打，但全紅嬋好歹是破過世界紀錄的人，現在倒好，搞得跟宮鬥劇似的，思維換人比翻書還快。倒是安踏最近被網友誇上天。人家在張家齊低谷期照樣給代言，這才叫雪中送炭嘛。想起郭晶晶那句話了，輸贏是運動員的必修課，但現在的輿論場哪還容得下輸？全紅嬋手機殼上還印着要帶爸媽坐飛機的便利貼，簽約儀式上黑眼圈重得粉底都蓋不住，這些細節沒人關心，大家只盯着領獎台那0.1秒的差距。霍啟剛說得對。把飯圈那套搬進體育圈，遲早要出事。
昨天還有代拍追到全紅嬋老家，把他奶奶嚇得不敢出門。這叫什麼示威？說真的，運動員又不是機器人，發育關要降，技術要改，話得應付這些破事會。要我說，李寧這次最選的不是換思維，是把商業規則那套赤裸裸擺台面上。以前總覺得體育圈純粹，現在連跳水隊都開始搞頂流換代了。下次巴黎奧運會要是全紅嬋殺個回馬槍，這些品牌是不是又要搶着送合同？想想都諷刺。那天看採訪差點破防，記者問全紅嬋最近怎麼不愛笑了？小姑娘爭着光泉水瓶憋了半天，就說了句跳好下一個動作敗。這話聽着心酸，她才多大啊，就要學會把委屈往肚子裏咽。倒是陳芋汐最近被拱上風口浪尖，聽說連社交賬號都不敢發了。這屆網友是真行，恐一個飛得踩一個。現在刷抖音經常看到兩種視頻，一種是全紅嬋早年訓練錄像，瘦瘦小小個人在10米台反覆砸水花；另一種是顯微嘅女孩們逐漸分析她和陳芋汐的微表情。要我說，這些人都該去查查眼睛。運動員的表情管理能當比賽看？人家流汗流淚的時候，這些看客在幹嘛呢？有時候真懷念以前的體育報道，來場退賽那會雖然也有罵聲，但至少沒人會去爬他家宅基地。現在倒好，全紅嬋個個賣個橙子都被說成吸血。合作奧運冠軍家里就該學西北風。霍啟剛上次直播說重話不是沒道理的，別讓我們的驕傲變成別人的枷鎖。寫完這篇突然想起個細節，全紅嬋破世界紀錄那天跳完水第一時間是去找教練要餅乾食，現在他抽屜裏還常備着止疼片。發育帶來的膝蓋磨損越來越嚴重，這些藏在光環背後的真實人生，好像永遠比不上熱手上的思維之爭來得刺激。當金牌成了丈量價值的唯一尺子，體育精神還剩多少？近日跳水世界盃第二站加拿大溫莎站落幕，中國夢之隊斬獲8金3銀1銅。最後全紅嬋曬出18宮格照片，分享隊員們的日常，並配文那咋了這就破防了。一網友在評論區留言點評其說話毫無自信，表達能力太差。全紅嬋直接回對破防哥，不少網友也表示有仇當場報，許絕內耗。在此前結束的跳水世界盃瓜達拉哈拉站和溫莎站比賽中，全紅嬋收穫2枚銀牌。對此，全紅嬋表示體重確實漲了，需要一個適應期，等適應了就會進入平穩期。現在有很多技術需要改進，回去後會好好磨練。據潮新聞消息，自2021年東京奧運會以來，全紅嬋身高從1.43米增至1.53米，體重從38公斤漲到46公斤。身高增長導致全紅嬋的身體重心上移，體重增加則影響了她在空中翻騰的轉速與入水精度。就像突然換了一雙不合腳的舞鞋，每個動作都要重新找平衡。教練陳若琳透露，為了適應新的身體狀態，全紅嬋每天訓練延長到8小時，光是207C 就分解練習上百次。陳若琳稱，每個運動員都會經歷生長發育期，全紅嬋是一位非常有天賦的運動員，她對自己要求也很高，我對她非常有信心。4月14日，有媒體就全紅嬋的心態發表評論稱，面對媒體追問發育期帶來的動作調整，他霎着眼睛說：長高了就調整動作敗。當記者拋出207C魔咒的尖銳問題，他露出虎牙笑道：今天跳得穩閒。這些看似漫不經心的回應裏，藏着對競技規律的深刻理解。運動員本就要與不斷變化的身體對話，勝負本就是體育運動的常態。全紅嬋有一種近乎天真的鬆弛感。這恰是頂尖運動員最珍貴的特質，就像他總掛在嘴邊的慢慢來，既是對技術精進的篤定，也是對成長的坦然。據了解，2站分站賽結束後，本屆跳水世界盃的最後一站總決賽將於5月2日至4日在北京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進行。
全紅嬋將繼續參加女子10米跳台的比賽，如能奪冠，她將完成自己的18歲生日願望，女子10米跳台冠軍全滿貫。